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伊对中国过去年船偷渡来台湾，伫新北市南口巷掠着。外界嘛质疑讲，咱的海防和国安哦，敢是有空芳咧？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昨暗伫面册铺文，佮再强调讲，海巡无疏失哦。嘛认为讲，咱国家的海巡海防确实需要来加强。嘛表示讲哦，已经有提出定长中期的计划，要来强化海防。 中国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对中国偷渡到新北市南口巷掠，互法院声称羁押禁见准啊，佮一摆引起海防和国安的疑虑的讨论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嘛，佮一摆伫面册发文，重申海巡无人为的疏失，嘛强调讲海巡毋是啥物拢无做。 计划内含建制及整合环岛智慧型岸际监控系统、红外线热显像系统及港区监视系统等3大系统，强化小型目标及远距离侦收效能。海巡署已经计划当年来强化海防的能量，对中国籍的偷渡犯的人数统计，对民国97年73案115个人是渐渐减少，到113年9月15，敢若5案5个人。这17年来加起来是321案475个人。这摆偷渡的像灵船伤过细，无法度减轻细目标的问题，海巡署嘛开始来改进。可以把海面上成千上万的这种杂讯全部收进来，后面运算硬体加速，就可以从这些杂讯里面去过滤，有哪些杂讯是固定在A坐标，慢慢的到 B 坐标，这当然就是要新雷达才有办法做得到。雷达的建制顶悬，海巡署强调讲，已经对第3代的雷达建设几个示范点，根据使用的经验来做好功能的分析。其实管主委这样讲是对的啦，因为海巡你还是要立体化，现在都还是做所谓的单平面雷达的搜索嘛，无人机空拍的这种能力，海巡署他也有必要做这件事情。其实陆地上就可以发射了，无人机到海上把讯号传给舰载机去看，这样就好了。 关碧玲强调讲，对无人机的计划已经指示海巡署提案来争取115年度全面建制的中长期计划。嘛强调讲，国家海防确实是需要大幅提升。目前已经审了海空一体跟随海巡的政策方针的大纲表，希望进一步到位，强化海防的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